咁咁就你係邊位啊？如果你係邊位啊？如果你係朋友啊，跟住你寫係親友父得噶啦，親友父咁得啦，千祈唔好寫你自己名落去啊！唔咁呢張老票咧，因為燒係陰間嗰邊噶，唔係陽間啊，所以一定生人名唔可以寫自己名噶，一定要寫個孝敬你邊位就得噶啦。寫翻叫你朋友嘅親友父，你係仔仔啊，咁你寫兒子父咯。咁啊，你係阿孫啊，你係孫女定孫仔啊？如果你係阿孫啊，咁就你寫翻你孫兒父咯，咁啊，咁得啦。同埋咧嗱，仲有嚟講補充嚟講，你見唔見到咧？叫逼吸引導雲導引啊！呢度都可以都要盡量都要寫埋嗰邊你，因為你家人咧，因為你選擇喺嗰度撒灰落紀念花園啊嘛，撒灰紀念花園之後，咁咧你寫翻嗰個地址咯。例如撒灰你喺邊度啊？例如撒灰就喺鑽石山紀念花園啊，咁就你寫翻全地址咯。到中國香港九龍鑽石山紀念花園，全部一粒全部寫晒咯。寫晒之後，全部一粒全部括住去，括住嘅時候咧，嗰個排位第幾號，盡量都要寫埋咯，寫埋就 OK 噶啦。我分享係咁多，再下一個再話俾你聽啊！各位朋友你好，嗱呢張老票咧，我全部寫晒噶啦，我做個示範俾多次俾你睇下呢個。大家見唔見到嗱？呢度咧我組織全部假設嚟講，全部寫晒。如果你鄉下，如果番禺就可以寫翻番禺咯。如果家人咧，如果選擇烚灰嗰邊啊，鑽石山紀念花園，全部呢棟全部寫埋位置咯。呢度孝字孝嘅邊位，跟住你朋友親友父，盡量全部一辣條寫晒咯。呢度你邊個人先走咗啊？咁你寫翻先人叫咩名先走咗啊？咁你例如陳大文先走咗，咁你寫翻嘅陳大文咯。你知唔知幾年先出生啊？如果假設嚟講1942年，寫翻嘅25年咯，全部吉晒佢就得噶啦。唔知再吉晒佢幾年先走啊？如果今年2026年，咁就7月30號先走嘅，咁你寫翻丙子年10月17日咯，吉時咯，終年84有餘歲咯，咁啊，同埋咧呢啲窿窿罅罅嗰啲咧，全部啲窿窿罅罅嗰啲都要盡量都要填埋噶啦，求恩啊，同埋隨身配嗰啲都全部都寫埋噶啦，不得一住難阻念忍放行，仍為步令忘過關啦，寫埋關至得噶啦。幾時拎去化寶啊？如果化寶時候咧，跟住要寫埋嗰個要農曆啊期啊，唔可以寫西歷啊。如果假設嚟講2026年，跟住七月31號啊，7月31號啊，咁你寫農曆日期嘅，咁就叫丙子年6月18日咯。咁咪給俾邊個啊？咁咪俾先人叫咩名啊？咁咪其實俾陳大文收咯，就搞掂啦。好啦，呢次我分享咁多嘢，係咁先，拜拜。